係，hello，我係飛鷹哥，廣州 AT Bike 嘅主理人。Bike 早期咧好興玩微博，咁微博佢可以 at 人嘅，咁我哋好多車友都喺微博度，咁就 at 嚟 at 去出車啊，每次出車都係 at 邊個 at 邊個咁樣樣，後期就直頭就 at Bike 啦。鋪頭係喺2010年開始創立嘅，咁我哋係通過自己興趣愛好啦。早期就喺廣州玩車玩得比較多嘅圈子，所以就決定創辦一個單車店。因為太中意呢樣嘢啦，即係嗰個熱愛程度可以令我去變成一番事業。佢每日對住佢咯，咁就決定開一間店。咁早期係專營死飛嘅，後期做咗幾年之後，發覺死飛潮開始慢慢去退潮。咁我哋開始慢慢演變成一個綜合店，咁開始會有公路車、摺疊車、山地車都會有，依家係啦。首先最明顯係簡潔啊，佢係好純粹，其實好似個鋼管咁樣樣，就一個三角形加兩個圈，佢又冇變速，甚至乎可以冇手剎。咁同埋個動力齒比會好流暢、好直接。會分為鋼架、鋁架、碳架啦。咁如果碳架可能係一啲比賽會用得多啲，跟住會有鋁架、鋼架。首先鋁嘅就係比較輕啲，對比鋼輕啲。咁佢可能會踩手會硬身啲，如果鋼咧就會重啲，但係踩起身咧，如果有啲顛簸路段啊，就會韌性好啲、舒適啲。但係普遍依家都係會揀鋁嘅多，因為主要佢輕。嗰陣時琶洲展館嗰度，佢仲係有地方踩車㗎嘛，可以繞圈嗰度。咁嗰陣時我夜晚活動就會集合咗好多間死飛車店喺嗰度。死飛熱潮最高嘅時候，可能廣州有10幾間車店喺度咁。咁嗰度一到週末就係可能有5、6、7、8間死飛車店喺唔同嘅位喺度 hea 喺度打躉喺度玩車，即係嗰種氛圍好似嗰啲江湖咁樣樣咧。咩幫派，咁每個星期我哋都係嚟翻呢個位嘅，你又喺翻呢個位嘅咁樣。周年慶5週年啦，5週年就係第一次諗到喺卡丁車場裏邊租個場地，封閉式咁樣去比賽死飛，咁係會更加安全、更加合法化。啲選手踩起身咧會比較放鬆啲啊，係放啲就會更加激鬥啲，個場面會刺激啲。反而會想慢慢再正規啲咯，即係會正式啲、再專業啲去做呢樣事情咯。早期可能都係為咗愛好娛樂去做呢樣事情，後期可能都係會更加去資深、更加去專業啲去做呢樣嘢。因為玩太耐啦，即係玩有個度噶嘛，玩到某一個程度，可能就應該再深入啲去升華呢件事情。我話希望會往翻打自主品牌呢條路，會出翻自己車架同埋整車，跟住會延伸到周邊嘅產品啊，例如衫啊、袋啊嗰啲咯，係啊。夢想嚟嘅呢啲，係啊，早期某些原因啦就冇繼續做，咁呢個都係一個我係唯一嘅遺憾。咁後期咧可能佢夢想就會繼續去堅持翻做呢個品牌啦，即係擁有自己設計嘅單車、自己品牌嘅單車，會去銷售，會全國銷售、全球銷售，咁其實係一個夢想嚟。即係你喺個
單車圈子裏邊對自己嘅一種肯定。玩咁耐冇白玩，係啦。係咪行呢度都得㗎？好似唔得，咁我哋未行過。